全書總結：一、導言，微小到原子，強大到改變人生。在詹姆斯·克里的原子習慣中，原子並非化學概念的孤立名詞，而是一種隱喻。它將我們日常行為拆解到足夠微小的單元，再通過時間的複利效應放大到驚人的結果。作者指出，真正的長期進步並非依賴一次性的爆發式改變，而是由成百上千個邊際收益累積而成。二、習慣的本質，行為循環與複利。一、行為循環，任何習慣都可被拆解為提示、渴望、反應、獎勵四個環節。提示觸發渴望，渴望驅動反應，反應帶來獎勵，獎勵又強化下一次循環。二、複利效應，每天1%的改進看似微不足道，卻會在跨越臨界點後呈指數級顯現，這正是原子力量的來源。三、雙刃劍屬性，習慣既可為友亦可為敵，因此理解其細節至關重要。三、四大法則，構建好習慣的操作框架。作者提出讓好習慣自然發生的4步：一、讓它顯而易見，通過環境設計、實施意圖等手段，將關鍵提示置於視線與行動路徑之中。二、讓它具有吸引力，利用誘惑捆綁或加入崇尚該行為的文化，使大腦將之與積極情緒關聯。三、讓它變得容易，將摩擦降至最低，例如提前準備工具，將大任務拆分，或運用2分鐘法則。四、讓它令人滿意，即時獎勵可強化循環，可視化進度，儀式感或記錄反饋均能放大滿足感。四、逆向4大法則，拆除壞習慣的路徑。破除壞習慣並非靠意志力硬撐，而是系統性削弱。一、使其不可見，減少或移除誘因，例如為手機靜音、清理桌面雜亂。二、使其不具吸引力，重構思維框架，突出壞習慣的成本或損害形象。三、讓它變得困難，增加摩擦，如將零食放高處，用技術屏蔽干擾網站。四、使其不令人滿意，通過責任契約、公開承諾或即時懲罰來削弱獎勵。五、系統思維，目標只是終點，過程才是行星。作者反覆提醒，目標是一次性的成就，系統則是持續的遊戲。若沒有匹配的系統，人們往往在達成目標後迅速滑回舊軌跡。因此，與其執着於一次性成果，不如專注於讓每天的微小行動在系統內自動發生。六、文化與身份，習慣的外部放大器。一、加入文化，當期望行為在群體中成為常態，同伴壓力與集體規範會自動推動循環。二、身份認同，將習慣與我是怎樣的人綁定，而非我做了什麼。身份層的改變更能穩定行為模式。七、工具與技巧，讓改變更可執行。一、習慣疊加，在我將做 A 之後立即做 O 中錨定新習慣。二、習慣契約，寫下若未履行將自罰若干金額或公開曝光的協議，以增加違約成本。三、可視化追蹤，日曆格、進度條等即時反饋可放大滿足感，防止獎勵延遲導致的意志力透支。四、自動化與科技，智能插座、番茄鐘、過濾軟件等外部工具能把讓它變得容易進一步自動化。八、心理層面，動機與情緒的利用。一、動機的局限，情緒高漲期往往高估自身動力，微小且確定的系統更能抵禦情緒波動。二、情緒捆綁，將新習慣與自然情緒高點晨跑後喝咖啡、寫作完立即休息連接，可借情緒能量完成首步啟動。九、常見誤區與反思。一、開始於雄心，一次性設定過大目標，導致挫敗，應先縮小到可立即執行的原子級別。二、完美主義陷阱，追求無懈可擊反而增加摩擦，接受80%的起步質量，讓迭代自行完善。三、獎勵延遲，若獎勵過久，大腦會將之與負面體驗混淆，務必縮短或可視化獎勵。四、多任務切換，同時追逐多個習慣會稀釋注意力。作者建議聚焦1至2個關鍵習慣，待其自動化後再擴展。10、個人化實施計劃，從今天開始的12週原子實驗。一、診斷階段第1至2週，記錄當前4大維度提示、渴望、反應、獎勵的高頻習慣，繪製習慣地圖。二、設計階段第3至4週，為理想習慣應用4大法則。
為壞習慣制定逆向策略。3、執行階段第5至8週，使用習慣契約與可視化追蹤，每週復盤1次，微調提示與獎勵。4、鞏固階段第9至12週，引入誘惑捆綁或加入相關社群，讓外部環境進一步強化新循環。結語：在微觀世界裏塑造宏觀人生。原子習慣提醒我們，與其在宏觀層面幻想一次飛躍，不如在微觀層面精耕細作。當每個原子習慣都朝同一方向累積，其勢能終將轉化為改變人生的動能。真正的成功，往往隱藏在日復一日看似平凡的行動背後，而最大的個人突破，常常源自最不起眼的開始。應用篇：以下內容提供一套可直接落地的原子習慣實踐指南，幫助你把每天1%的改進，真正轉化為生活與工作的長期改變。1、先看見繪製自己的習慣地圖，用紙或手機記錄1週內高頻行為及其觸發情景時間、地點、情緒、同伴。這一步相當於把書中的提示、渴望、反應、獎勵4環節寫在紙上，讓無形的慣性顯形。將行為分為資產與負債，前者支持目標，後者拖慢進度。未被察覺的壞習慣無法被改造，第一步就是讓它們暴露。2、讓好習慣發生4大法則的實際操作。1、顯而易見，把想培養的行為放到視線加行動路徑上。例如想多喝水，就把水杯放在電腦旁，並寫下當我坐在桌前先喝一杯水作為2分鐘法則的起點。2、具有吸引力，把新習慣與天然喜歡的事物捆綁。我常用晨跑後立刻喝拿鐵來給早跑增加情緒獎勵。也可通過加入崇尚該行為的社群，讓同伴壓力成為動力。3、變得容易，摩擦越少，大腦越願意重複。把大任務拆成2番1中能完成的最小單元，或提前準備工具，例如前一晚攤好煎蛋，早餐就從煎蛋簡化為飯鍋。4、即時滿足，給每一次微小行動設置可見反饋。日曆格上打勾，番茄鐘完成音，運動手環的震動，都在放大獎勵環節，防止大腦把新習慣與負面體驗混淆。3、拆除壞習慣，逆向4大法則。1、使其不可見，清理環境，把零食放到高處，把社交 App 放進2級文件夾，或使用瀏覽器擴展屏蔽娛樂網站。2、使其不具吸引力，寫下代價清單，把壞習慣與形象、健康或財務損失強關聯。情緒上厭惡它，大腦就會減少渴望。3、使其困難，增加摩擦，如必須先完成20個俯臥撐才能打開短視頻，或者設置網站黑名單時段，讓想刷變成一次額外的登錄成本。4、使其不令人滿意，用習慣契約公開承諾，若違規就自動轉賬50元給互助基金，或在朋友圈公佈自己的失敗次數，通過即時懲罰削弱獎勵。4、系統大於目標，把達成結果轉成生成過程。1、目標是一次性的，系統是連續的。與其設定半年讀24本書，不如建立每天讀1頁的系統。前者完成即結束，後者會持續產生複利。2、設計系統時，從身份出發，我是一個晨跑者，比我要跑5公里更能穩定行為。當身份成為自我定義的一部分，放棄它會像丟掉名片一樣難受。5、放大器、身份、社群與工具。1、身份疊加，把新習慣嵌入自我敘事。今天我遲睡，因為我是一個終身學習者，語言雖少，卻會左右後續選擇。2、社群槓桿，尋找隱形冠軍型小組，成員彼此較勁但不比較，共同遵守一套簡單規則，讓群體規範代替意志力。3、工具自動化，智能插座按時關燈輔助早睡，番茄鐘和過濾軟件幫助專注，移動打卡群提供公開性壓力與正向比較。6、12週原子實驗，把策略變成節奏。1、診斷2週，記錄並選出1至2個關鍵習慣優先改造。2、設計2週，為好習慣安排環境與觸發器，為壞習慣制定削弱策略。3、執行4週，使用契約與可視化追蹤，每天復盤，微調提示與獎勵。4、鞏固4週，引入誘惑捆綁或社群挑戰，讓外部環境進一步強化新循環。7、常見陷阱與9篇。
一、雄心開局，把目標縮小到立刻可做，避免高開低走。二、完美主義，接受80%的起步質量，讓迭代完善。三、獎勵延遲，把獎勵縮短或可視化，例如運動後立刻記錄數據。四、多線作戰，同一時期聚焦1至2個關鍵習慣，待其自動化後再擴展。通過顯形、設計、放大、實驗4步，你把抽象的1%複利轉化為看得見、算得清、感受得到的日常節奏。當原子級行動在系統中自動發生，1年後的你將站在與今日截然不同的長期曲線頂端。金句篇：以下熱門劃線金句均摘自此書，幫助你在閱讀、復盤與行動時迅速找回書中的核心提示。複利效應與微小力量，每天1%的改進看似微不足道，卻會在跨越臨界點後呈指數級顯現。真正的長期進步，並非依賴一次性的爆發式改變，而是由成百上千個邊際收益累積而成。1年後，你將站在與今日截然不同的長期曲線頂端。4大法則，構建好習慣，讓它顯而易見，讓它具有吸引力，讓它變得容易，讓它令人滿意。2分鐘法則，先縮小到可立即執行的原子級別。逆向4大法則，拆除壞習慣，使其不可見，使其不具吸引力，使其困難，使其不令人滿意。用習慣契約或公開承諾增加違約成本。系統思維，目標是一次性的成就，系統才是持續的遊戲。與其執着於一次性成果，不如專注於讓每天的微小行動在系統內自動發生。身份與文化，將習慣與我是怎樣的人綁定，而非我做了什麼。當期望行為在群體中成為常態，同伴壓力會自動推動循環。行動與工具習慣疊加，在我將做 A 之後立即做 B 中錨定新習慣。可視化追蹤、日曆格、進度條等即時反饋可放大滿足感。自動化與技術、智能插座、番茄鐘、過濾軟件等能把讓它變得容易進一步自動化。心理與常見誤區動機的局限，情緒高漲期往往高估自身動力。情緒捆綁，將新習慣與自然情緒高點連接，可借情緒能量完成首步啟動。完美主義陷阱，接受80%的起步質量，讓迭代自行完善。獎勵延遲，若獎勵過久，大腦會將之與負面體驗混淆。多任務切換，同時追逐多個習慣會稀釋注意力。12週原子實驗節奏，診斷2週，記錄並選出1至2個關鍵習慣優先改造。設計2週，為好習慣安排環境與觸發器，為壞習慣制定削弱策略。執行4週，使用契約與可視化追蹤，每天復盤，微調提示與獎勵。鞏固4週，引入誘惑捆綁或社群挑戰，讓外部環境進一步強化新循環。將這些劃線金句貼在桌面、電子便籤或晨間閱讀清單裏，提醒自己在微觀世界裏精耕細作，宏觀人生自會出現勢能。它們不僅是速記，更是可執行的行動口號，可直接嵌入你的日常習慣系統。